各位會友，今日我要講嘅話題咧就係南部鐵壺概況。咁一陣間提出嚟嗰啲論點咧，其實全部都可以咧有好大嘅發揮嘅。咁遲下咧，我會着個咧係再做一個專題嘅講述。咁今次咧只係咧簡單咁樣帶嗰個話題出嚟。咁首先咧，我講下南部壺嘅幾個特色嘅優點。咁第一咧就係南部鐵壺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咧，佢係用鐵蓋嘅。咁其他嘅地方，例如京都壺同埋呢個山形鐵器咧，佢都係用銅蓋。咁鐵蓋好定銅蓋好咧？咁呢度咧，如果要講到好詳細咧，就好難咧，係即係分高下。咁我只係講南部壺嘅優勢咧，就係話其實鐵蓋如果生鏽都仲係鐵鏽，咁我哋咧飲水可以接受。咁如果銅蓋變成呢個銅綠咧，我哋就難處理啦。咁仲有就係咧，鐵蓋咧，佢可以做到咧同嗰個壺身咧係個花紋啊，同埋老化咧係即係一齊嘅。咁銅蓋咧好似另外即係走出嚟咁。咁仲有就係我哋中意鐵壺咧係中意嗰個釜絲嘅工藝。咁如果佢揾個銅蓋翻嚟咧，就係佢訂做翻嚟，其實未必係佢自己個工藝。咁另外第二點就係嗰個款字同埋簽署。咁南部鐵壺咧係獨有佢自己本身咧，幾乎每一個壺都有佢個款字同埋佢嘅簽署嘅。咁呢個款字同埋簽署咧就好少假冒。咁我哋根據嗰個簽名咧，好多時咧能夠追溯到嗰個作者係邊個啦，工房係邊個啦，甚至乎咧年份或者係咩情景之下做出嚟。咁京都鐵壺咧就弊啦，因為咧佢話俾我哋聽，佢唔中意簽署嘅喎。咁跟住咧，我哋發現有簽署嗰啲咧，好多咧都話俾你聽，你唔好相信啦，因為呢啲咧係假款嚟嘅咁樣，咁令到我哋無所適從啦。咁第三咧就係咧，南部鐵壺嗰個特徵咧就係佢運砂鐵啊，即係話咧佢將砂鐵係溝入去。咁咩係砂鐵咧？砂鐵原來咧就係南部地方，即係岩手縣嘅一個咧係主要嘅鐵礦。咁砂鐵嘅礦材咧係攞嚟做武士刀嘅。咁佢整出嚟嘅鐵咧特別硬啦，質感咧唔同嘅。咁我哋咧如果用純砂鐵壺嚟煮水咧，其實甜啲㗎。咁嗰個問題咧就好複雜。咁呢度咧我唔詳細講，不過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話，南部壺溝咗佢哋南部本身嘅砂鐵咧，煮水咧係有佢嘅優點嘅。咁第二樣咧，我想簡單講下南部鐵壺嘅情況，或者南部鐵壺其他嘅優點係點嘅咧？就係咧，其實當我哋推崇呢一個京都鐵有悠久嘅歷史嘅時候咧，其實南部壺咧本身都有400年好清楚嘅歷史。咁400年前南部藩呢個建立，咁已經係開始引入呢一個人佐為門啊、鈴木忠兵衛啊、有板啊佢哋一班咁嘅人。咁所以咧，南部藩咧其實係有幾百年嘅做鐵嘅傳統嘅。咁引入咗呢啲咁嘅京都釜絲咧，譬如人佐為門當時係京都好出名嘅釜絲。咁我記得咧，我睇過一本專講京都府嘅書咧，嗰個香取秀真咧。咁佢本書入邊咧，其中亦都有一個專門嘅章節咧，係講人佐為門，將佢咧同大西清右衛門啊諸如此類嗰班人擺埋一齊咁講。咁所以其實南部壺咪一樣有呢個京都嘅技術。咁譬如好似有板咁咧，當佢未入嚟呢個南部之前咧，佢已經流行咗好多代。咁嚟到呢個南部，一路對於呢個南部壺都有貢獻啊。咁呢啲咧都係呢個南部壺咧嗰個即係繁盛嘅原因嚟嘅。咁我哋見到咧，南部鐵壺喺呢一班京都釜絲佢哋嗰個支持之下咧，咁再加埋嗰啲鄉民或者當地嘅鐵匠，咁其實當時咧嗰個情勢咧係好繁盛嘅。咁我研究過當中嗰個歷史咧，最多工房嗰一剎那咧就係大正9年啊。咁大正9年咧總共有100個工房，男女加埋咧有450個釜絲。咁之後咧，其實連續7年咧，一路到超和初年咧，其實都超過300個工房。咁你想象下，京都有冇咁多個工房咧？山形有冇咁多個工房咧？
咁南部咁多人做，就算1/10係精品咧，其實佢個情況都係好多靚魚俾我哋攞到嘅。咁然後咧，佢咁多人咧，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睇呢個南部咧，佢有一個好清晰嘅業界嘅結構喎。譬如咧，佢有呢個南部鐵器協調咗下，譬如盛江有盛江嘅特色，水澤有水澤嘅特色，好清楚。我哋正話咁講佢個簽名，佢個苦絲，咁呢啲咧都係令到我哋咧唔會話咧，當我哋要研究佢個壺嘅時候咧，會話哎呀點咧咁多煙霧嘅，咁多嘢呃我哋，咁多錯啊咁樣，所以好清晰嘅對於南部嘅研究。咁最後尾咧有一樣嘢我要提嘅咧就係話，其實而家嘅南部鐵壺咧係好珍貴嘅。點解啊？因為南部壺咧喺呢個歷史入邊咧經過一個所謂浩劫餘生嘅洗禮，咁咧係淘沙瀝金之後咧，先至剩低而家嗰個情況。咁你知唔知而家有幾多個鐵，有幾多個苦絲咧？其實係唔夠10個嘅。咁我哋以呢個南部鐵器協調組合嚟做嗰個即係研究嘅基礎咧，其實除咗歷史工房、人左係唔同2間名目嘅工房，咁我哋咧通常咧就會講話4+1。點樣4+1咧？虎定、分山、虎山同埋藤枝呢4個係我哋好推薦嘅現代工房。咁你會再加一個就係南柱工房，咁個情況咧亦都慢慢討論。咁咪4+1再加3個歷史工房。2000年之後咧就多咗呢一個田山工房同埋呢個大益工房。咁舊年我再研究嗰個名單咧，就發現咗個紅蓮堂。咁數落去咧，其實都係10間左右啫。咁所以南部鐵器你可以話咧，其實佢個資料或者個人嘢係非常之清晰嘅。咁我今日講嘅係咁多。